桂林桂耍哈，收获丰富了。你知道台湾桂林的传说，台湾过本地的传说，大家听过？台湾的陈岛传说，这是咱台湾家己的桂林的传说啦吼，唔是啥物年数啦。咱的新民顶悬是毋是拢有人拍电火？神明灯嘛吼，迄个电火吼。是高神、火神吼，迄叫灯红结果的。人拢拜神，毋过拢袂记迄个拍电火那个灯红。所以灯红啊，顶高受到冷落就心怀不爽，所以就甲玉皇大帝去斗，讲迄人拢毋知影感恩，我替因顾迄人拍电火，伊拢无甲迄个宽好料的，所以玉皇大帝就做是讲，这说台湾的人吼，都毋知影感恩，所以伊决定过年的时阵要甲台湾平落，叫迄新民去甲台湾的人讲他们明年度就成道了啦。我台湾人我哪会安尼？好哪会安尼？结果问起来是是灯泡无摆着，毋过定落毋过神明不能跟我们一起沉下去，所以咱的习俗的变色是安怎有日时上行，有听过无？就12月24日时上行，因为咱定落神明袂当甲社会定落，所以安怎甲神上灶，上行了后，咱来做啥物代志？清顿。大扫除，因为神明神像平台那边，你袂当来乌白沙来吃啊。所以日时上灶了后，安尼迄个神像的神就走了所以咱除了扫除之外，包括新民2啦、新民3来进行的。除夕是安怎爱守岁？除夕是安怎爱守岁？要定落甲厝的人过上尾的日子，钱无落用所以安怎3分假细钱该安怎讲？咱叫地名字，地名字，分的，大家守岁，结果迄阵新民看讲。台湾人对咱阁袂歹要定落，就知影甲咱上灶，莫互做要定落，可以甲玉皇大帝讲好话，玉皇大帝讲会好啦，无莫定落，结果初一起来，哇，倒无定落，大家就开始见面就甲恭喜，然後到初四的時陣接神。就是把神明都讲回来，把神明接回来，这是咱台湾的第2个传说啦，传说。好，咱后学期我会开始用平板，上学期最后一节我已经在17班试用过了，因为我第一道迄个把我的 iPad 叫要播 PPT 啦，给他们做期末的复习比如讲是安怎应付文本，因为恁上尾仔这个时阵我还没试验好，我还没有测试完毕。我是读1年级的本土语，因为我1年级的本土语课，我一直整学期我都是用平板，没有读这啦，他为了啥这用知道？无我搁袂接去 Apple TV 的，
一年的迄个本土语课，我甲阮连线 FT 利用成功了啊。拄啊上尾啊课，顶学期上尾啊课17班的，我就试用，跑个2礼拜，所以咱即节课，这学期的课，我会开始用。我用这是为着要互恁内底物件做一个复习，甲恁讲半步，恁也唔知记偌济，知影偌济去，讲伤济无效，好。所以你要真重要哦，因为到时阵我平板乃是分组竞赛有奖征答哦。你上课的时阵你无听的吼，你到时阵你的平板做题目吼，你个学白了，你学白了就会唔对，你唔对吼，你去组的分数袂较低，尼你拖着你去组。你讲我无爱改无好的共组歹势，到时阵咱的游戏内底是随机乱数分组，好，就是你登录了后，你随机分组。我后礼拜我会开始剪，开始印。恁是后港恁是国中3年到苹果平板上课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有用过？17班跟我说他们都没有，还不一定啦哈，不一定。无咱既然有这个设备了，我们就用看看，它适当的使用，应该有一些效果，好，应该有一些效果。被讲啥啊？因为17班的哈，比起第4节课哦，我下课前10分钟用哦，玩1次之后打钟了哦，不吃饭哦，再来1次哦，好，再来1次，我还要把他们那个再打卡物的影片拍一下，好，就针对那个期末复习，我感觉应该是对成绩有帮助啦。记得是我给困的用经济啦，好，都跟得上。因为咱要用北方选课，咱也降时间，我差不多2个单元哈。另外我因为咱用平板上课，我除了伫课堂上用，另外我会建Google Classroom， 就是免班的，这上课后练习。我的作业拢是安尼，我的作业都是这样，你有写我就奖励。要不要学，要不要会，你自己的事。我反映的只有在成绩上面，还有奖励上面。我的情况就简单，学习如果不是自愿的，没有效。我标你2个，你也忝我也忝，搁无效，你累我累又没有效，我们何苦来哉？所有的学习，你想看嘛？所有的学习都是你发自内心愿意学的才有效。我逼你的，咱两个加忝的，加武加忝的，所以。我到时候的网络作业，我可能是我班1年嘛是安尼，我1年级也是这样。你班上1个写而已，没有关系，我就奖励那个人5个写、10个写，加分，中奖。不写的，那是你的损失。你什么时候想学，什么时候开始，都不要紧。但是逼你的学习没有意思啊！被逼的学习没有意思。好来，所以因为咱切掉咱从我后节课吼，咱来抽出时间来平板。我未开始就规则用啦吼，我有咱来先功课。因为咱一定会占用一寡时间，所以变做讲咱的进度爱小可紧的。就像讲咱
我们可能1节半要摆2节的进度上完，好，这样我们才有时间差不多半节课，好来使用平板。弃养啦哈，弃养啦。对老师而言哈，我教应该超过30档啊。真正你啦，咱做任何代志用安尼哦，你若无改变，你如果没有进步，为什么？我们要改变哦，我来用生物要改变有2种，生物为什么会演化？生物为什么会演化？为什么要改变？因为无改的死，无改你就灭绝啊！生物演化基础很简单，不改的就死掉了，就被淘汰了。所以生物就会顺着环境演化。什么生物袂演化了知？鹦鹉螺你知影无？鹦鹉螺那叫活化石，它活了几亿年，它就长成那个样子。你想哪个演化？因为它所处的环境不会变化，所以它没有必要改变。它没有必要改变。咱的改变拢是被环境拖着走。你的环境改变啊，你无改变你会死。不过要讲，我经常讲说，我们正式老师，我不改变教学方式，我不进步，我干嘛要洗好了？不会吧？我今天这节课我照着课本第1个字念到最后1个字，让每个人都睡着。我无亲像台语的计划来做这种代志，家务遮侪代志，我干嘛用洗头路？我干嘛无情绪？对嘛吼？无安尼无意思，安尼无意思。就是说，我为了你们平板教学，我好好的课本讲一讲就算了。你知道我平板这个设计，我要晚上回去，我要去写程式呢，我要去输入题目呢。我暗时爱加偌济时间，1年的分类嘛是安尼。我以前上恁分类时，我无用平板教学啊啦，偌简单的念课本尔。想到今年多晚爱用 Classroom， 有平板教学，快靠好，看会不会有效？就是为了这一点，我可以用我课余的时间备课，还把水平对待弄好，不过对几个人好安尼，够简单啦。教学这样否则我数十年如一日，我时间到我就退休了，我像那么累干什么？我如果自己退休做的事情更有意义，比教学比来教学更有意义的话，何必来教学所以对我而言，对老师而言，我的教学我要找出它的意义所在。我是教学，你们的人生也是一样，你做的每一件事也是这样，有意义的事，你才有那个激情、热情去做。爱自己做，那要自己反思自己做。咱卖我们时间啊，来，这学题你看目次就知影，咱分做2章。第3章咱所要讲的第3章，你看下目次那个是咱讲的大气的部分，就甲天气、大气有关的部分。因为你会记咱拄开始讲电子科学，咱分做4个部分，几个较看就是咱的地质学，讲石头啦，然后咱有70%的海洋，所以讲海洋，这是几个较看。不一定管看，咱会先看着大气层，搁看就是宇宙天文的部分。宇宙天文的部分，顶下题目已经讲煞，会记袂？第3章讲天文的部分，所以刷来这一章就是在讲大气，一章讲大气
一章讲天文，我们地质的部分会讲比较多啦，因为毕竟我们是踩在土地上面的，那你地干啦、什么山啦、河流啦，这种跟地质的部分有关系。好，海洋都是海洋是散布在各个地方，潮汐也跟海洋有关啦。好，但是它又跟天文有关。所以呢，这一章是讲的天气跟大气。第4章就讲的整个环境的关系了。今天的新闻，今天的新闻是加州大火嘛？有看到迄新闻无？足恐怖的呢！迄规个豪宅用烧烧伊呢。你有看人的新闻讨论无？加州大火的原因是天然还是人为？是气候造成还是人造成？各方讨论都很激烈，搞不好都各有原因。各有原因。所以，咱所谓的讲的包括全球暖化。全球暖化是一个趋势，可是有没有人从全球暖化里面，从环保里面去趁机推销它的商业行为？这我们要去分辨。我讲来讲，有时候打着环保的旗号，从事赚钱的生意。太常见了，用环保来恐吓人，所以我们要去分辨这样的行为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举一个上简单的，我这几个批评过很多限制塑胶吸管的政策，你觉得好不好？你觉得好不好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：塑胶吸管丢垃圾桶到焚化炉火化之后，会不会有有害气体产生？会不会冒出有害气体？没。引起轮胎，就二氧化碳跟水。塑胶怎么来的？那你塑胶袋怎么来？石化工业制造出来的副产品，所以塑胶袋、塑胶吸管是安怎遐尼俗，就是安尼。伊无做这，它没有做成吸管，没有做成塑胶袋，它一样不见了。它一样在石化裂解的过程变成二氧化碳，跟水散到大气中。做成塑胶袋给你用的，丢到大气中，丢到焚化炉里面，结局是一样，美心不会升级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禁塑政策之后，市面上出现一堆不锈钢吸管？你知道制造一根不锈钢吸管，它的碳足迹等同多少塑胶吸管吗？几万只到几十万只。请问你买了一支不锈钢吸管，可以在你弄不见它之前，它能取代你用这么多塑胶吸管？如果没有，那它的环保碳足迹不划算，更不要说你家从什么自备筷子、自备吸管之后，就出现一大堆赠品，不锈钢或者不锈钢吸管，用都没用，到处送，在家累积了一堆。你告诉我，这是真的环保还是假的环保？经常用那照片，死掉海龟鼻子上插着塑胶吸管，来告诉你禁用塑胶吸管。我讲这头壳敢有逻辑？
海龟鼻子上为什么会插着塑胶吸管？是你因为你用塑胶吸管？唔是啦，是你笨手白蛋啊，蛋入海内底啦。你今仔不锈钢吸管丢到海里面，海龟鼻子插的就是不锈钢吸管了啦。所以你把塑胶吸管换成不锈钢吸管，你说要救海龟，我拢你头壳歹。逻辑要有，逻辑要有。你好好的处理垃圾，不要丢到海里面，不是去禁止塑胶吸管。你禁止塑胶吸管，好，你说真的可以减少塑胶吸管，我就算。问题是，你禁用饮料店不发塑胶吸管，你真正会减这塑胶吸管吗？无可能，我甲你讲，塑胶吸管太俗啦。你若常喝，我甲你讲，我无喝饮料，所以你禁不禁塑胶吸管？饮料店弄不弄塑胶吸管，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问题是我收到一堆不锈钢吸管啊！你若定啉饮料的，饮料店不附不锈钢，我是讲饮料店他们躲避这个政策。我内用不要不锈钢吸管，问题是，不要附塑胶吸管，问题是塑胶吸管太便宜了。我就要一撮下伫外口，互你家己杀。你内用的你也去杀。人来检查，没有，我没有提供，那个是外送的自取。还得啥艺术？因为太秀啦！你政策这样规定，我就这样弄。好，如果我真的连那个也没有，我又常喝饮料，我会安怎？我会去杂货店一桶的塑胶吸管买转来，我的车顶也踩一包，我的包也踩一包，我大位用踩一包，我买饮料时或者随手拿了插上去。结果你这个政策一实施，饮料店不用吸管，只有杂货店的塑胶吸管销量大增，是不是有这个可能？结论就是什么？这东西太便宜了，太便宜了。我常讲说哈，道德的东西，你用政策、用法令去限制，结局就是灾难。你要好好记住这个话。道德的东西一定要发自内心，道德环保一定要发自内心，愿意去做。你有政策强迫你去做，违反人性，结果就是跟你的背道而驰。我嘛有来讲过，伊做不一定，咱在著作权的立法也是有一个做好起的立法。我什么都保护，可是我不保护 A 片，因为我认为立法者认为 A 片伤风败俗，我为什么用著作权去保护它？你知道这个法定不用著作权保护它的下场是什么吗？A 片泛滥成灾。听啊，还没从哪？真的啊，在我们那年代，夜市摆着一片50块，为什么？料也无代志，暴力。立法者的出发点是什么？这种不道德的东西，我的著作权为什么要保护它？拿掉，不受著作权法保护。结果他这样一立法，导致泛滥成灾。那搞不好立法者很爱看，所以故意。法令不能要立一个法令，真的没有想那么简单呐。以前掳人勒索唯一死刑，好不好？很可恶，对不对？掳人勒索很可恶，唯一死刑，好不好？好。很好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法令实施下去，没有减少掳人勒索的案件，增加肉票的死亡率。我杀人也是死刑，我掳人勒索也是死刑，肉票活着是不是增加我被抓的机会？我就宰了就好了。
有没有道理？所以事情不是说很可恶，给他唯一死刑，就那么简单。哎，社会人性没有单一思考那么简单。好，这里弄来一个，过来买个物理来。来，咱来讲大气分层。第一，咱来知影吼，咱的大气层。空气分布不是平均的，那不是像海水一样，水的密度就是1。海水从上到下，顶多因为盐分的差别会有密度的改变，但是空气的分布密度是很不均匀的，越接近愈接近地面的所在，密度愈大，愈宾馆愈稀薄，所以要伊的密度差不多。咱差不多一较有下99%，咱的大气层哦，你看咱的大气层会当到100公里，不过呢，咱99%的大气在地面30公里的地方，99%，宾馆刚1%，不过伊会当到100呢，宾馆的70%，把它降1%。70%的厚度，30%的厚度，里面有99%的大气，极度不均匀啊！还不止不均匀。按咱来看，咱甲分成4层，这分层咱来看，大气的重要，这大家拢知影，伊会当动迄个流星，无你若你若无大气咱大量流星拢变陨石啊，对吧？你有看过铁达尼号？铁达尼号杰克跟罗斯不是一对恋人，传说他们生前很相爱，后来淹死了。迄个杰克这个人做缘投，不过伊有一个缺点，讲话大舌，大舌哪里大？大舌头，螺丝，有一次他们就相约去看流星雨，然后呢，看着流星很漂亮，然后杰克就忽然对罗斯说，有，然后罗斯就开被陨石砸，有陨石，罗斯进台敢埋怨杰克，你讲话这样子，我闪不掉，杰克就很委屈，回去镜子拿起来，苦练要不然，有陨石，有练了1个礼拜，有陨石，一辈子就这3个字能完整讲没有问题了。这样才敢约罗斯去看流星。下次去看流星，2个又看着东西，忽然杰克说有陨石，罗斯呢这时候往旁边一跳，咔就被打到2颗，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无聊，人被陨石打到，还只是肿起来而已。但我们因为有大气，所以陨石才变流星嘛。因为伊通过大气层的时候会烧去嘛，会烧去，唔会烧袂了的，有哪会变热陨？迄个毛泽东老毛你知影嘛姓嘛老毛彗星一当，那一年初，毛不一样的。中国的东北吉林上空，一粒陨石落来，不是直接跌落来迄粒陨石总啊伫吉林的上空爆炸，四散分开。迄落来有
一粒那车遐大粒的哦，啊，你看这足多哦，奇迹的是什么？没有任何人伤亡。这个代志伫中国当时的媒体吼，大家报哦，真难得呢，这么多的陨石安尼四散哦，落来够遐大粒的，迄拢地胶武器哦，哦，居然没有砸到任何人，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，顶多是一些财物，哦，我们真是吉人天下，对。结果干那迄个老毛的秘书去甲报告这件代志，毛泽东去叹一口气，天有异象。必有重要人物要走，你口中的。当时中国上重要的人物遐，高一嘛，真正去当着，带袂走。迄有人遐，咱中国人，你看迄电影小说内底，迄三国演义孔明无？夜观天文，哦，夜观天文。啊，老师，啊，你教科学的，你那叫迷信。我跟你讲哦。科学不肯定任何事，也不否定任何事，除非有明确的证据。这种鬼神占星星象的事，有或没有，都没有确实的证据。你真的学到科学，真的通透科学的人，你不会轻易否定这种事情的存在。当然，你不会去相信它，因为什么东西都要看到证明，没有事情证明说它一定存在，也没有事情证明说它一定不存在。好，宇宙中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，科学学的越多，就觉得人类越无知，越渺小，所以半桶水才会叮咚响。知道这个意思？一知半解的人才会干嘛？自己做到，学到深入的练，你才会信心，你才会觉得，咱人类这种高科技，其实比整个宇宙来对，算是很无知的，很粗浅的，哦。很粗浅啊，很粗浅也是要学，要不然你粗浅都不会，你还得了？哦，对。好，咱等来哈，包括咱大气层咱讲过，咱伊的紫外线吼，伊的咱这细展来太讲了。第一展，咱叫对流层。顾名思义哈，看这个名你就知影。你有坐过迄个国际航线的飞机吼，应该拢有出国过啦吼，无出国过。你若坐北高的袂啦，好，你若坐国内线的袂，你若坐国际航线的吼，是安怎干那飞机飞起来甲落去的时阵爱下安全带，伫中你会当行来行去嘛，对无？你会当去变数嘛？因为它飞起来，它落去的时阵呢，摇嘛吼，是安怎？因为落去起来，飞去，甲飞落来，拢爱经过对流层。咱的各种的天气的现象，啥物对扰流、乱流，啥物风啊，啥物，拢伫对流层内底，因为它的空气是上下对流，就是讲，伊是安怎上下对流呢？咱水壶的，你热学二轨嘛，咱的流体是安怎会上下对流？你伫水壶的滚水烧水的时候，还是你的冷气是安怎爱整理管的所在？
我们热空气是上升对无？冷空气是下降对无？水也一样啊。你咧煮滚水的时阵，下骹烧的是起来对无？顶悬冷的甲落去补充，啊你啊一直洗一直对流，所以规个拢烧去。啊你若为顶悬开始加热，啊永远顶悬煮滚啦，下骹佫无烧啊。啊你冷气是安怎爱采悬呢？因为冷空气是会往下，啊所以往下热空气往上，安尼会形成对流。你的冷气若伫下骹会造成啥物状况？冷空气就一直在下面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你冷气下骹，你进房间，你真的凉了半截。为什么？只有下半身凉的，上面还热的，没对流啊。所以对流层，它的温度梯度，这里是高温，越往上越低温，这很容易理解嘛。咱背刷是背愈管愈宽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咱地面的空气就会上升，上面的空气就会下沉。所以好佳在安尼，那所以咱地面的那个什么废气污染物都会带到高空，高空的干净的空气就会下来。啊，不过咱有人现在出现逆温现象，这种逆温现象经常出现在冬天的清晨，你会出去感觉雾蒙蒙，感觉罗曼蒂克，但是黄昏有人时啊嘛安尼，那就是逆温现象的。那时候忽然地面的温度比较低，上面的温度还比较高，停止上下对流，它就有空气污染物累积在地面，无法往上对流。好，所以对流层的各种天气现象都有三定。那美你想啊，它后来就飞到平流层，这是国际航线的飞机。你有坐飞机，然后为窗外口看到云海哦，足水的，一片云海。你若坐国际航线，你就会看到这种云海。是安怎看到云海？你看到云海是对流层的顶端，到平流层的时阵，空气就是水平对流，所以遐无天气现象。天气做稳定，所以飞机底下飞，安尼海，而且伊个节省燃料，免去对抗迄种一寡乱流扰流的空气。啊，不过你唔免飞伤悬，你只要飞到超过对流层到平流层。这标题上为平流层开始，咱的温度梯度就从最低温到这里最低温哦，开始变高，啊，不过高到多少？咱看咱的数据，平流层顶大概50，加差不多10啊，11、12。你唔免记，但我甲你讲一个较好记的，你甲记比例就好啦。咱的对流层大概1，你若以10做1啦吼，1比4，好，安尼是50。啊，那对流层以上中气层在4，因为中气层顶大概85，啊85同90差不多啦吼，你加40是90嘛，啊，1比4比4啦，安尼有一个概念啦吼，有一个概念。到平流层，宾馆叫中气层，倒变过来啊，从高温到低温。中气层的顶部是咱整个大气层面温度最低的地方。你看这个温度梯度，你就知影。好，它都是一个温度反转，落位增温层，到增温层去，就一去不回了，温度就一直上去了。来，我问一个问题。是安怎会有这种温度的变化？来，我先问对流层，为什么越接近地面温度会越高？啊，不是离地面
不是你爬山越高离太阳越近吗？我们地球热不是太阳来的吗？啊，原来愈接近太阳的温度愈高，会愈低，不是应该背山离太阳越近了吗？为什么？坏。没错，我们的热是太阳给的，它怎么给你？它给你，你要吸收啊。什么东西吸收？地面吸收最多啊，空气也会吸收，但地面吸收上多。啊，你会当理解吼，地面上热，好，啊，所以愈来愈，啊，是安怎才会悬去到低？这里为什么有个高温的地方？老板讲原有以上，这都是臭氧层的问题。臭氧层会吸紫外线，对不对？紫外线集中能量，以紫外线吸收，把这个能量转成什么？热能。所以，好，这样为什么变高，一直高？最后就是什么？太阳的问题了，因为你越来越接近太阳，好，越来越接近太阳。所以咱就在细展，好，咱就细展。啊，你看，我讲你内底课有较详细，咱另外讲。好的。像来讲呀。